呢度真係勁啱打卡啊！有啲似去咗日本咁喎。夜晚超有 feel 啊！開埋個火㗎，開餐先啦。勁日係喎，佢係木啦，同埋有溫泉。依家浸溫泉啦，夜晚梗係要浸下浴啦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黑貓。唔知大家諗住嚟緊個聖誕節點樣慶祝？會去旅行度假定係去一間酒店度 chill 下放鬆下呢？今次黑貓呢好開心收到邀請嚟到廣州呢一間網紅打卡酒店。呢度係一間2024年新開嘅酒店，超級多打卡位，勁靚。另外呢，佢樓下仲有2間餐廳呢，都係非常之出名嘅。餐廳呢都有好多客人係專門特登過嚟食嘢㗎。咁呢一間酒店過嚟其實都好方便，喺香港坐高鐵過去廣州南站呢都係1個鐘左右。大家可以喺香港支付寶程式入面呢揀翻高鐵，然後揀翻你要去嘅地方同埋時間。大概人均來回就係400幾蚊。去到廣州南嘅高鐵站之後呢，行去隔離就已經有得坐地鐵啦。地鐵坐2個站去到謝村站，行5至10分鐘就到呢一間酒店㗎啦。坐2個站都係2蚊人仔咋。究竟呢一間網紅打卡酒店有幾靚，同埋環境質素係點呢？我哋一齊 Let's go 啦！我哋出發去廣州，上車啦，分開咗坐啊！搭到去廣州南站啦，而家去搭地鐵，高鐵站側邊其實就已經係地鐵站咯。謝村2蚊，去搭地鐵，燕山方向。C 出口，謝村站，跟住嗰邊向前行，側邊就係㗎喇。個名啊，住宿大堂。哇！聖誕樹啊，仲有啲藝術嘅畫作，哇，勁超！有個雪人啊，上面仲有個泳池啊。早上8點半到夜晚10點，可以徒步行喎，但係晏晝5點就會鎖㗎喇。我哋去睇下徒步有咩行先。哦，有少少似行山咁樣，但係就輕鬆版咯。藍天白雲郊遊咁樣咯，中途休息區，即係大家呢想喺呢度傾下偈、超下，就上嚟講秘密。呢個泳池原來有個月球㗎，呢度真係勁啱打卡啊！超有 feel， 有啲似去咗日本咁喎。哦，個日落，夜晚超有 feel 啊！開埋個火㗎。晚餐喺地下1樓呢個西餐廳，有聖誕樹，勁有情調。跟住呢，亦都有戶外嘅座位。睇下個餐牌，前菜煙燻三文魚98蚊，仲有個餐包可以配牛油，和牛春卷58蚊。牛舌菠蘿沙律88蚊，呢個係聖誕抹茶36蚊，呢個聖誕朱古力42蚊，呢個係澳洲 M5 嘅牛扒西啦，嗌咗5成熟，然後俾咗啲鹽啦同埋胡椒，可以自己調味。紅酒燴牛尾198，呢個雞翼係48蚊。蘋果批58蚊，西米露36蚊。夜晚開始多人喎，
超靚啊！呢度嚟返個 room tour 先。今日住2205號房，一入門口呢，就有個掛衫嘅位啦。呢個位入去見到電視機啦，跟住有 sofa， 同埋有一個戶外嘅浴缸。呢個係休閒區咁樣，有個煙灰缸。呢個浸浴、沐浴露、潤膚乳，同埋有浴球、浴鹽，可以見到係超級日系 feel。用木嘅家私為主啦，感覺都係好溫馨嘅。咁呢度有啲歡迎小食啦，首輪免費嘅，同埋歡迎水果。梳化質地呢係厚實嘅，枕頭非常之軟啦，床都係軟熟嘅。啲裝修感覺都新淨，插頭啦，咁啊有個藍牙喇叭 HK 字頭嘅。咁呢度成個環境呢，個燈光都係少少昏暗嘅，比較柔和嘅感覺，超可愛。佢夜晚9點呢就會有甜品送上嚟，有4支水。另外呢度有個雪櫃，首輪嘢飲都係免費嘅，即係可以飲喎。呢度有個夾萬，佢啲裝飾呢都有藝術 feel 咯。下面仲有啲陶瓷展啊，各樣展覽。睇下對鞋先，都算厚底嘅。洗手間環境，呢個係智能馬桶啊。睇埋浴室環境，咁呢度呢係有佢嘅風筒，有電蚊棒、充電線。免費使用借用，同埋有蚊怕水，亦都有針線、潤膚乳同洗手液、洗面奶、卸妝巾、護理包浴帽。呢個咩嚟㗎？梳，唔係嗰啲好頹嗰啲，係完全勁啱女仔用嗰種梳。仲有個淋浴間，有晒洗護用品。準備浸浴啦！問咗職員攞呢個超大嘅浴袋，呢個池勁大，佢係有凳坐咯，好似浸緊溫泉咁啊！幾超？呢個可以落簾，就唔驚俾人睇到。9點半收到糖水，保溫壺裝住嘅，南瓜西米露係暖粒粒嘅喎。咁一開始呢，就可以加返職員嗰個微信管家啦，可以問佢攞乳膠枕，咁就會比較有承托啲。有咩問題都可以喺個微信同管家講咯。早上好啊，各位，係時候去食早餐啦。拎住個早餐券，食點心，落去樓下個中菜館度食。朝頭早揀5個點心，食啲咩好呢？我哋喺呢度食嘢，佢有戶外呢同埋室內嘅座位，咁就揀咗呢5樣啦。呢個三拼因為乜都有啦，所以呢就嗌咗2份，每人都可以試下。跟住呢，佢呢個係11至12點先有嘅，大家可以等到嘅話呢，就可以嗌呢啲咯。餅仔粥可以夠分4份，跟住呢個係南瓜餅即炸嘅。嚟到高鐵站等車，咁咧建議大家咧回程嘅時候咧，走嘅時候先買啦，咁要花啲時間，因為咧地鐵都會班次有啲疏啊。去返啲閘口上車，依家搭6537號車返香港。
好啦，大家睇完一輪，覺得呢一間酒店點樣呢？我係勁欣賞佢啲房呢，係真係勁日系啦，成個感覺有啲似去咗日本度假咁樣，而且係有啲似溫泉酒店嗰種形式啦，裝修都係好新淨同埋好靚，係勁有 feel。大家可以睇下呢個露台房，跟住喺呢個位浸浴。真係勁舒服，我覺得咧唔講咧，大家都可能以為我嚟咗日本度假，同埋臨近聖誕節咧，呢度都係非常之有聖誕氣氛啦。酒店大堂啊，亦都有好多藝術嘅畫作啦。今次嚟到咧，樓下仲搞緊啲陶瓷展啦，大家可以欣賞下啲藝術品，亦都可以買翻屋企嘅。嚟翻個最後嘅評分先，環境方面咧，我會俾9分，真係好靚好超同埋好舒服嘅。服務方面咧會俾8分，呢度可以加翻個微信管家啦，有咩問題都可以 WeChat 問啦。想要浴袋啊、浴鹽啊、硬啲嘅乳膠枕啊，嗰啲都可以同職員講嘅。就算咧我開唔到嗰啲嘢飲啊，或都可以同管家講，叫職員過嚟幫手開。呢樣真係大讚。我係勁中意佢啲洗護用品咧，係淡淡嘅香薰味啦，唔會太濃烈，完全係啱晒我嘅心水。地理位置方面咧會俾7分，搭高鐵過嚟咧都係好方便好近嘅，1個鐘嘅高鐵車程，其實同去深圳差唔多。但係香港嘅高鐵站咧都建議大家提早30至60分鐘過嚟 check in 啊、過機啊，佢係過幾輪機咁，所以就會相對用多咗時間。而且咧呢一間酒店係好近個地鐵站，行過嚟5至10分鐘就到，真係超級方便。大家如果唔想搭飛機去日本，聖誕又唔知去邊度慶祝嘅話咧，呢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。行程嘅詳細資料咧，我都會喺內文嗰度寫翻，有興趣嘅都可以去睇下㗎。今次嘅分享又差唔多啦，黑貓預祝大家聖誕節快樂，玩得開心啲啊！中意呢條片記得讚好同埋訂閱黑貓教主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ピカピピカチュウピカピカピカチュウピカピカピカチュウ